專業屍體對話，敏感真相解碼。畀個機會等我對你操勞10分鐘。大家好啊，我係葉師官，歡迎大家嚟到抽絲剝繭2.0。前面9集落嚟呢，我相信而家嘅你應該都非常之痛苦、迷失、絕望，係嘛？因為身處喺呢個系統裏邊嘅你，可能走唔返出嚟。你勢必要參與，你一定會喺入邊。最後一集，我唔會同你講點先可以走，因為你冇得走。但係有一樣嘢咧，可能你一直都忽略咗嘅，就係你有冇諗過，其實而家嘅呢個你係點嚟嘅咧？嗱，你嘅選擇、你嘅喜好、你嘅方向，我曾經都講過，呢啲嘢通通都唔由得你去揀，冇錯啊。但有一樣嘢咧，其實冇人係可以輕易撬走咗個莊嘅，幫你定啊，幫你決定啊。嗰樣嘢就係你點樣理解你自己。同一個位置，同一份工作，同一個系統，有人當自己係個工具，有人當自己係過渡，有人當自己只係暫時喺嗰度。個世界冇變到，但你可以唔一樣。我從來都冇話過你可以唔被利用，或者唔被消耗，但亦都冇講過你有得揀嘅。但你點樣可以喺入邊擺放你自己？未必係會一樣嘅。有啲人咧走到最後，可能連自己係乜佢都唔會過問。有啲人會開始意識，我究竟喺度做緊乜？個區別唔係佢哋兩者嘅結果，個區別係清唔清醒。係冇錯嘅，呢個系統咧，你改變唔到嘅，但你可以選擇你自己點樣喺呢個系統入面存活。放心啦，我唔會同你講你應該要點做嘅，因為連應該都可能唔係你，唔係你，唔係你。若果我哋真係都冇得走嘅話，咁你總會唔會想繼續用返而家嘅你喺往後嘅日子入邊
繼續行落去呢？最後一個問題留返畀大家。我係驗屍官，呢度係抽絲剝繭2.0 AI 時代，我哋拆到呢度啦。下一季有緣再見。